台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天气一个反寒，山区一寡金蛇拢无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金蛇的金，第二条高音金，嘛有人读做金。这个金就有彩色的意思，像人讲金上添花，就是你咧用足水的布，搁再绣花起嚟，代表讲水搁较水，喜搁较喜。另外，臭青公、臭青母，嘛人讲是金蛇，有人讲是山懒蓝蛇，也搁有一款乌白金鸡，有人讲是金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搬喙金，这个喙金就冤家，也搁有济喙、小嚷的意思。同时用这个盘，落尾讲有押韵、笑快话，讲真紧日咧表演，咱嘛讲是搬喙金。第二个词读做黄金金，这是形容黄色。咱嘛顺续来小解讲，形容黄色有几多种的讲法。有人讲黄焕焕，有人讲黄秀秀，嘛人讲黄憨憨，也搁黄屁屁、黄扁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表演一段搬喙金，讲到一个查某囡仔头一直点。头毛乌闪闪，抱一粒枕头软闪闪，色水黄金金，有主公仔家底饮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饮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饮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